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1月1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6篇12节到21节，士师记第4章第5节到21节，约翰一书第5章13节到2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永恒的生命。基督徒追求属灵，属基督的新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？是肉身的不死，是如同秦始皇所追求的？当然不是。基督信仰所强调的是一个属灵的生命，而且是一个永恒的生命，不是一个肉体的生命。因为主耶稣基督曾经说，上帝是个灵，因此敬拜上帝必须要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。基督徒的生命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因为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。我们看到有声音大喊：底波拉、巴拉，当兴起，要醒来。但是我们看到软弱的巴拉以及其他各族的人，不但是没有新生命的人，更是一个不追求永恒的人。士师记第5章12节到21节这样提到：底波拉兴起，奋起，歌唱，勇往直前。亚比纳安的儿子巴拉呀，奋起，带走你的俘虏。忠心的人走向他们的手里，上主的子民到他的面前准备作战。他们从以法莲来，进入山谷，便在便雅悯支族的后面。有指挥官从马吉出来，有军官从希伯伦下来。以萨迦的首领跟底波拉同来。以萨迦来，巴拉也来。他们都跟他进入了山谷，但旅边支族意见分歧，他们犹豫不定。他们为什么逗留在羊群的后面？要听牧人呼唤群羊吗？是的，旅边支族意见分歧，他们犹豫不定。迦得支族住在约旦河东岸，但支族的留在船上。亚设支族住在海岸，他们在海岸逗留。但希伯伦人敢冒死舍命，拿弗他利的人在沙场上拼死奋斗。在米吉多西旁的塔纳，众王都来打仗。迦南诸王征战，他们却没有带走银子。晨星从天际支援，掠过天空攻击西西拉。基顺河水滚滚，急流把他们冲走。我要前进，奋力前进。他们软弱，有意见不合，不能勇敢的同心合意。他们不像是同心者得力的人，没有新的生命，没有永恒的盼望。他们只能依靠先知底波拉。约翰在约翰一书第5章13节到21节提到一个有基督永恒生命的人，应该是勇敢之前无所畏惧的人。这是以萨迦以及巴拉他们还有其他的人都没有的特质约翰这样说道：我写这些信给你们，是要你们知道，你们信奉上帝儿子的人有永恒的生命。我们在上帝面前坦然无惧，因为我们确实知道，如果我们照着他的旨意求，他都会垂听。既然我们知道他垂听我们一切的祈求，也就知道我们向他所求的，他一定赐给我们。若有人看见弟兄和姐妹犯了不至于死的罪，他应该向上帝祈求，上帝会赐生命给他们。
这是指的那些犯了不至于死的罪的人说的，但是有些罪会导致死亡。我认为你们不必为这种罪祈求，一切不义的行为都是罪，但也有不至于死的罪。我们知道上帝的儿女不会继续犯罪，因为上帝的儿子保守他们，使那邪恶者不能加害于他们。我们知道，虽然全世界都处在那邪恶者的辖制下，我们仍然属于上帝。我们知道上帝的儿子已经来了，而且赐给我们理解力，好使我们认识真神。我们在真神的生命里，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生命里，他就是真神，就是永恒的生命。孩子们，你们要远避假神。是的，基督徒要追求圣灵里的生命，勇敢的与主同行，能够闪避偶像的崇拜，才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。诗篇106篇第1节到12节，要赞美上主，要感谢上主，因他至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谁能述说上主所做的大事？谁能尽述颂赞他的话？遵守他命令的人多么有福啊！始终伸张正义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上主，你善待你的子民的时候，求你记得我，拯救我。求你让我看见你选民的繁盛，让我分享你子民的喜乐，跟属于你的人一同夸耀。我们跟祖宗一样都犯了罪，我们都作孽作恶。我们的祖宗在埃及时不明白上帝奇妙的作为，他们忘记了上帝曾屡次的向他们显示慈爱，他们竟然在红海背叛全能者。然而上帝为了彰显自己的大能，仍然照应许拯救了他们。他斥责红海，海水立即干固。他带领他的子民走过去，向走旱地。他救他们脱离怨恨他们的人。他从仇敌手中救他们出来，但海水淹没了仇敌，没有一个人逃脱。于是他的子民相信他的应许，他们歌唱颂赞他。恳求上帝赐给我们圣灵同在与勇气，让我们能够被兴起来，面对任何的困难，使我们领受上帝永恒的生命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